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 Lisa。今仔日阮要来旧金山附近的一个国家公园爬山。若要开车去，爱记得先伫网络顶悬买停车票哦，因为因的车位有限，无希望造成塞车，嘛为着保护这个环境，所以就用安尼来控制人数。无开车的人嘛会当坐 shuttle bus， 毋过嘛同款爱先约哦。车停好就来买票，一个大人15块。毋过因为阮阿母已经超过62岁啊，所以会当买一张80块的 American The Beautiful Pass Senior Lifetime Pass， 就是以后去全美国的国家公园拢毋免阁开钱啊。每一个国家公园有无共款的规定，即摆阮去的即个公园，阮阿母会当免费带3个人入去。若无62岁，会当买另外一张 Annual Pass， 同款是80块，全美国的国家公园拢会使去，毋过期限敢若一冬尔。所以若一冬内买去超过2个国家公园，而且逐摆拢带满人数，这张票就可能会好。我建议大家嘛是爱家己算看卖仔的，因为有的国家公园根本就是免费的，有的门票嘛会较俗，所以嘛是爱家己算看卖仔敢袂好。伊遮有4条桥，阮即摆就是要行往第4条桥遐去，才阁行转来。今日来这 Millwoods 国家公园来爬山行路。因遮有徛一个树仔图，互你知影遮个树仔是为西元909年就已经开始生长啊，陪伴美国行过超过1000年的历史。遮个树仔拢足大丛、足悬的，而且因的树皮拢足厚的。加上因为遮个环境较湿，所以比加州其他所在发生森林大火的几率嘛低足济。嘛因为遮个环境较湿，所以遮嘛有发真济亲像铁鸡卵、青蹄这个食物。这边这个树仔号做 Family Circle， 是讲遮本来有一丛大树，毋过因为发生过几摆灾难了后，这丛大树死去。毋过伊煞为下骹的根开始补芽，发出新的树仔，甲原本死去的大树围起来，所以就叫做 Family Circle。这边这丛嘛同款，树仔倒落去无死，就安尼阁发尾顶悬去啊！真正是每一个生命拢会为家己找出路，想办法活落去呢。哦，这丛树仔有够大丛的。这丛树仔嘛本来也大丛。19世纪的时阵，加州有真侪红木拢互错去起厝，也是做铁路的木材。这片树林会当保留落来，伫爱感谢当初有一位国会议员 William Kent， 伊甲因某甲遮买落来，后来捐予美国政府。美国政府本来是要用伊的名来甲这个所在号名，毋过 William 拒绝，伊讲若要号名，就用 John Mayer 的名，因为伊足尊敬 John Mayer 伫自然保护上做的贡献。遮大丛树仔拢足大丛的，遮行路嘛介爽快，轻松。
时阵来这种树林内底行行的嘛，袂歹，吸收薰豆精。这路线介好行，足轻松的平平。我已经行差不多要1点钟啊，拢袂忝，甲随时完全无共。好啊，即摆行到遮就好啊，后壁搁过去就较深山，后摆才搁来，最后要来去食饭啊。有呢，这真正有鱼啊，细只的三文鱼。好，我是 Lisa， 这摆的美尔沃国家公园爬山行就到这，咱后一个节目再会。